歌有，哎呦，袂记爱各位听众，欢迎老人来收听闽南福建的几个故事。这个礼拜我来介绍我们的几个嘉宾。哎，这个礼拜台北嘉宾到底 Google Meet Google Meet 會是吉利歡迎。大家好，神啊，你冇愛歌嘅人，แล้วก็冇清晒幾好，唔知好聽。羅君，唔係我情未使，我咪頭咯。你頭那頭，嚟架行頭，Hello，羅君，應該對，你哋估我對啦，未記到名咩啊？好啦，sorry 啦。冇影意思啦，你只係咪接 Doritos proper sweet sriracha chili oh my god lentil chips 個好雕龍歡迎，這是估啊，好似誒，好屌呢？這樣冇事啊，冇出聲啊！你咪 mute 掉啊，龍。Whispering 係咪鬼話解，我開麥，我冇開麥，我放 echo 啦，我講就這物件，冇開麥就知啦。應該冇人聽你聲。嗱，我個有望嘅新潮頂位節話到個來嘅大皮康歡迎。Hello，大家好，我對來了。喲，你對啦，然後大皮康嗰條白標嘅，對，大皮康條白標，來個有白青，歡迎白青，白青報個來。再試試啊！ Hello，再試試啊！當年我7月半個，當年7月10幾啊，唔知。錄音時啊，錄音時，攏聽到嘅時已經是8月10個啊。攏聽到我錄咗隻啊，如果所謂去對馬來西亞數啊。แล้วตั้งแต่會介紹我嘅 Clubhouse 嘅朋友成 Clubhouse 個新嘅朋友嚟，嗱我會介紹起成老椒茶比歡歡迎。Hello，叫了個有南西歡迎。有人笑了路邊妹，耶！一點半位個打上功夫出面，แล้วก็有小條俾打人功夫咧，嚇，冇插落都有，對，是唔是？肯定你都被講嘅。叉輪我係 Clubhouse，唔是叉輪話。哦，插落 Clubhouse，Clubhouse 冇鬼啊！我講嚇，我馬上講出嚟有鬼嘅 Clubhouse 冇鬼小寶歡迎。我買，แล้วก็ปอดกำตี歡迎。你買下面？買講鬼告訴。定知你聽到你 listener point out 會講有聽到這個哪個 whimper 嘅時候，已經係咩咩？應該是啩？應該是歌，有可能是當歌嚟本嘅。我唔乜係知嘅，伊等一聲呢，你度邊是等個較濟，一個 voice isolation 嘛，我較濟，伊較大聲個係掠掉嘅樣式 ，voice isolation 嚟說。可能。未必啲等，你當時掠無掉呢，你當冇聽到呢。我未記得一位啊，特別係 listener 放出來，聽到。免驚啦，嗰隻嘛是我係驚嚟，我係驚到嘅邊啊。我個係新椒啊！我係新椒，歡迎你名咪，新椒 Clubhouse。你是叫啊？嚇，對，你名咩名？哦，叫胡吧。嘿耶，胡吧，哦，可以小凡凡都話人準備好事啊嚇。我同我介意可以 tips 嘅，because 伊 Clubhouse alliance 就是係咪 Q 賬戶吧？
哦，姜仓湖吧，姜仓湖吧，姜仓湖吧，好聽啦，這是你 full name 啦，你叫你名是姜倉湖吧，啦，我叫你爹叫做湖吧咯。你姓姜倉啦，你名湖吧。呢是我 high school 嘅 nickname。哦，是嚇，搞好啦。喂，安怎伊 high school 你咪 in a complex 啊？安怎你介紹下，你解釋就安怎會叫湖吧咧？安怎叫你名數？我嘅 Chinese name 是魚肉，所以真正人就是哦，叫做魚肉。魚肉咯。哦。just 多好我係initial 是 JCYR， 所以真正人就叫 like apa 姜葱魚肉啊。哦，哇，好聽好聽你名。係 just nice 啊。Thank you， 我把開。你感謝你吧，學你安尼好嘅名，姜倉湖吧。then 呢，你其實聽，我冇想，我想食，我頂住報個話我 menu 是姜倉湖吧，唔是 ，actually 我這是鹹脆。我掉我 food， 一段陣掉我 food， 我要等於是落筆記。我換去，我本來換去別個 food， 聽你唔知咩嚇，然後 rasa 成日冇咩想愛食，但是我換去嗰啲 Thai style 嘅 steam barramundi 啊，是湖是叫做咩 barramundi，barracuda， 叫啦，barramundi 啦，barracuda 是蔬菜嚟嗎？是哦。冇barracuda是爪。OK， 我俾每次咧姜湖英菜，唔是啊姜倉湖吧？係姜倉湖啊。有姜湖英菜咩係咪啊？嚇，barracuda 唔是湖啊？barracuda 是湖嚟啦。哦，barracuda 是一種用湖夾下嚟湖嘅。哦 ，OK， 面尖尖，係幫你抓嚟，平等等。誒，聽未者啦，下面湖唔是只白嚟湖嘅，湖係嘛？你到底喺裏邊咧，下面湖唔是只白湖嘅，一隻 stick 嘅啊，地拉比隻西，美國人臭臭。誒，地拉比是好食係真正好食嘅啊，唔是咁樣臭脆。誒，特別等我俾介紹到啲，我係即係湖吧，即係人嘅姜倉湖吧，姜倉。哎呦，少 out of focus。姜倉湖吧，你安怎隨住邊嚟學嘅？安怎聽到邊嚟學嘅呢？安怎你細聲？你講下大聲冇？你講我你買什麼？喂，唔係啊，聽到啊，當然較大聲啦，好啊，好啊嚇。安尼，我是嗰時是真長啊 ，actually 是我細陣時間，我媽甲我爸是無互我學嘅來，所以我就無蝦米會曉講嘛。等大漢嘅時間就想講，蝦米無接觸我嘅 parents 嘅 culture 啊，我甲我嘅 grandmother 講話，伊有啲嘅時間啦，我甲伊講華語無，伊就用福建話英話無，所以就有一個 disconnect 咯。等伊即陣無佇了啦，等我就佚佗真。我真西洋安尼，我無着嘛，所以辦學咯。所以就我暑假，我平常時我是大粒做工嘅，所以我平常時我做工嘅時間啊，我就是有開 podcast 嚟聽嘛，所以我就想講，找一個福建嘅 podcast 啊來聽聽。你話真係時候對講有一個福建嘅 podcast 咧？我是想講 like in the year 2020，大家有真落嚟 podcast 嘛？安尼即 French podcast 啊 ，English podcast 啊，都學嚟。你記唔記得講冇可能講隨便掉邊咧學嘅 podcast 啦，掉。特別你唔是邊聽啊？你是邊聽人咩？我是一半邊聽人，我嘅爸是邊聽人，但我嘅媽是沙拉人。哦，我係聽到你沙拉人。你講話唔是邊聽嘅人嚟咯。唔是，but then the problem 即陣時我媽講我係沙拉嘅 accent 真正歹聽，但我爸講我係邊聽嘅 accent 真正歹聽本。對。我一般安尼講。意思攞餅冇冇人係 recognize 啊？啊，是。我那時一想王志斌是 general， 掉一個韓，掉一聲啊韓嘅，一個韓想我係媽啊，伊媽，我唔講我講媽，伊講我係媽啊，想韓嚟喎。啊韓想，不要叫我歡迎你。
耶，thank 我 you 想。歡迎你嘅白見嚟。往環境度，你我嗰個學到上意嘅 essence，嚇，你一好嘅無管呀，一嘅無管就變變靚厲害啦，，對對對。一好影響到。你除掉，你 ended up 除掉就這邊咧學嘅，邊咧除掉就這學嘅 podcast 咧。I think only Penang Hokkien 就是啦 the rest 就是啦冇，是有白咧，but is more towards 泰語啊，還是台灣嘅嚇，對，嗯冇白你學緊 Malaysian 嘅 podcast 係㗎，是有台灣 Malaysian 嘅嘅。 Hokkien 嘛。嗯， And then 我是知道講if it's not Malaysian, then 伊是真久冇 update 啊。就一個 episode 兩個 episode then 對冇啊，and then Pot faded 伊介紹物件啊，伊介紹物件就是係咪啊？大家好 ，Good day everybody，大家好，啊你，我未掉下面，yang嘅咧，有陣時 treat all the Taiwanese speakers stupid 嘅咯，我真冇熟㗎，喺你 podcast 度，一 start from the sketch 做咩事咧？你冇想啊，冇想啊，market 特別冇想，只係這人要殺你嗬，都是想到，啊，都是想到阿未曉講。由雲頭起講嘅人嘅 podcast，伊冇成日講已經會曉講嘅講，教無估，因教無估其實，做咩因教無估嗱你 episode 呢，因就 stop 而家，because 冇 interesting 嘛。對啊。你除咗邊啲學嘅 podcast 嘅時候，你感覺點樣呢？就笑嘅這段嘅人，真好爽啊！我真暑假，嗯，嗰時真濟特別，我未聽了，我之前啊，我做白領工嘛，所以。特節有時間我都看下面有過嘅 episode 我寄嚟聽。啊，你使要介紹你隻你使講隻嚇，一時聽個了 YouTube 嘅特嘅 episode 邊咧學緊聽個了啊！我當今要別特登去聽聽到 before 我 start 邊咧學緊嘅 channel 時，我有到啲 online 我別叫我嘅 personal channel 是冇？係 John On 嘅 channel 時，我就會當佢到啲下邊聽。做啲嘢俾聽下，你聽下，你當第幾 episode 當然396，所以是到啲第一線嘅 episode 會聽起啦 ，reverse 聽起，聽下當然396啊。誒，本是解好多時候，當然聽下估啊，本是話都差唔多一半嘅。係啊 ，Oh my god！800塊嘅，800塊。對啊。誒，John 啊，啱啱普及㗎啦。John 嚇，係咪？哦，嗰啲迄個 YouTube 嘅 notes 哦，你會使係咪哦？會使 copy paste 哦。會啊。哦，你會使一個 page，按你講 copy paste 啦。你講下面 notes，你擺 notes。我寫嘅係咪物件certain notes highlights 㗎了。你是唔是會使一個 page 按講 highlight，還是你都要去一個 video 按講一個。啊，一個 video 哦，OK。哎呀，好了，你有別見啊，攏退休嘅時候，攏要找工做嘅時候，咱才成日記你。佢 note 一個講。edit。你講下，你其實你按照你聽一隻 episode，了你按照咧，先講聽到一新嘅改編出來時，你寫咩？我寫 introduction 咯。嚇 ，introduction。So，大人知多咗一個 episode，這個人第一道出現咯。嚇，寫起來特別 episode 到啲 comment，然之後攞去聽嚟講，攞食起嚟 episode 後，攞去看啲 comment，要寫 comment 起來注意。到啲頭先 introducing 到這裡 character 出來 character 啦，แล้ว咗啦，อันนี้คน係 producer 啦，都屬於是咯，呢個是 producer，佢 edit 咋？要卡就先到呢。แล้วอีกสิ่ง係一個สิ่ง interesting 係咪 subject 係咪 topic 對就係咪 time 一個就排 time 出來好รู้啊，แล้ว你再 click 呢，你再去聽嘢嚟。你certain because 你隻人嘅 subject 就快嘛，我是人講嘅物件走話對佢嘅鋪落嘅時，然後伊感覺到有 interesting 嘅，伊就係下面 topic 1 hour 20 minutes 嚇，伊拍出來嚇咯。John 啊，你嘅 traffic 啊，你嘅 subscriber 有起哦？有 always constantly 有起，是講because OK，我成日看。我係是有起，但係我到啲 YouTube 會做是 because 我感覺到，若是講
我有做到啲 YouTube。有可能人有機會吹到邊啲學嘅，我唔知安怎啊！即個胡伯，你是到係吹到嘅，你到啲 podcast 是吹到，還是到啲 YouTube 吹到？胡伯，我是做 Spotify。哦 Spotify，其實到啲 podcast 是吹，所以我哋到啲 Spotify 嗰度會有 presence，所以然後到啲 YouTube 嘅，我那是 YouTube 成日看嘅依 algorithm，你那是哪隻人 comment，哪隻人 like，哪隻人 share 呢？伊個 rating 就較懸 ，rating 就較懸呢，就較濟人看到，較濟人看到咧，伊就 recommend 互人 ，recommend 互人咧是 subscriber 就較濟。是講我唔講放一隻 effort 去 promote YouTube 啦，所以變做要 continue 直去特別當然咧攞清，細料會攞清咗，攞清 point something。有幾多點講都實是啊，點話是前幾年都實聽是前交。所以特點慢 steadily slowly 就去，特別我們是講無講為 YouTube 做只大，啥物是講我為 at least 有一個 avenue 新嘅路啊，或是人會吹到到啲 YouTube search 物件是從險吹到邊啲學嘅咧，聽到這出微本啊，幫來聽啊，有隻人會成日看到啲 YouTube 會聽到啊，捌到邊啲學嘅咧。我有一個 YouTuber friend 吼，伊講若是你嘅 views increase，你則會有加 revenue。對，我特別浪仔啦，我自己一個月賺1萬。若若是去看下咧，若是講到啲 YouTube 會看，我 share，若是講到啲 YouTube 會嚇，你看一隻 episode，你睇 share 去 Facebook 或是咩嚇，然後喺呢度依個 traffic 度會較懸啦，無你 share activity，especially 有 chat 啦。像你講，我成日特擺嘅理由拍，到底明 check 嘅嘛？哎呀，等陣就話第一不講鬼故事，他媽佢歹勢，然後咧幫到啲鬼故事，能夠 mood 嘛？然後since 係個胡伯頭一擺來嘛，胡伯你鬼故事要講胡伯，這啲是真濟，聽得到啊？OK，我家己拄到嘅是。無啥物，別講真響啊，就是暗暝半暝安尼，我大 lab 做工嘅時間，然後聽到有人敲門啦，but then 是我家己一人呀，大迄個 lab 內邊，所以應該是無人。敲門嘅是敲門伊敲門都敲安尼敲門。安尼我做 lab 嘅時間，有當時是半暝愛去做嘅嘛，like every 6 hours 愛去看一擺安尼嘛，所以。few times 有拄着啊，伊毋是半暝，是早起2-3點安尼啊。所以我做我物件，我倒我 bench 嘅時間，然後聽着有人砰砰砰真大聲啦，就無曉嘅咯。家己做家己嘅物件，等轉去嘅，等 the next day 我就問我嘅朋友嘛，你昨暝有來 lab 嘛？你我就想講，有淡薄未着啊，伊是有鎖匙嘅人嘛，無可能伊開了大門，伊入來。伊無鎖匙入來洗房間嘛，so actually like 是較忙開嘅門 ，I don't know。But then 我also 我無試着真響啦 ，because like 真濟 senior 甲真濟 junior， 伊人本是講早起2-3點去邊做 lab 嘅時間啦，會拄着啦。所以你捌聽過了誒？叫名嘅時間。我嘅朋友是伊大啷在 USM 有一個是大邊嘅，有一個是大格蘭丹嘅。是 USM 是大格蘭丹嘅。一個格蘭丹嘅 USM 伊是 Health Sciences，and then 我嘅朋友本是伊甲我做 almost the same experiment， 伊是甲我講，本是2-3點安尼愛入 lab 嘛，所以伊入去嘅時間，伊是還拿來毋是等來，and then 伊講伊 almost done 嘅時間呢，伊就聽到有人叫伊名。and 伊毋是真 ，and then it's like 我暝你是一個人做呀嘛，所以我聽到有人叫落去嘛，真叫切驚咯。伊就較尾轉厝咯，伊就較尾蝦米 bismillah 念經啦 bismillah 就較尾念啦。then 伊叫伊after that 伊就是伊甲我講啦，伊袂甲一個人入來咯，所以 just 叫伊個朋友陪咯。你唔捌聽過叫名啦，你是聽到國門名。我家己是無，國
无看到物件 ，not really。那你聽到你嘅當數，人講會告訴你是本是差唔多上點聲嘅13點才見還是？啊，13點 ，every single time 是13點 start 嘅。哦，我頭一擺聽到是我有大兩個 building 做過我 experiment 嘛。The first one 是空，淡薄薄爾。then 我無去看，因為我大即房間嘅先內邊嘅電話真暗嘅，我無出去無出去看伊嘅門下面啊。But then 第二擺呢，我大伊個 lab，the lab I was in， 伊個門是有一個 glass door， 所以你會當看外口有人無人，所以你會當看到外口是無人嘅，但比你會看到即個 like the door is shaking。一門叮當。然後我就，你是講 shaking 入面一轉的呢？成個人 Q 梅嘅很。啊 ，but then 嚇，唔是烘咩？我迄時陣咧 ，because 我就 at the starting， 我迄時陣我就是有當講，我想就講 ，maybe is the wind，I don't know what it is，因為我迄個 experiment 真，是打嚟8點鐘愛起來看看伊個 reading 嘅，所以我有一日無困了。所以我就是知道無事啦，伊應該是無事啦。But then after that 我當厝嘅時間我困 ，after 我困一暝嘅時間我就知道淡薄唔知被掉安尼。But I don't know 啦，我朋友是甲我講，大個人就是早起2-3點嘅拄着嘅。แล้ว你拍邊嘅依個 building 你嘅即 lab 嘅 facility 係你 building 是真大噶，還是就是參拍間 office 噶，還是安怎嘅？還是家己嘅 building？ 隔了是 lab 嘅。隔了 lab 啦。伊有一個 office， 伊有一個 office，but 伊個 office 無，伊個 office should be for lab 嘅 officer 嘅，but 無人住迄邊嘅。所以伊人隔了走去另外一個 building 嘅。所以伊是伊個平常時早起是有真濟人嘅呢？你可能暗暝是個無人嘅，係安怎？還是一落來本無咩人嘅？平常時，有人嘅時間就是 normal working hours，所以平常時是 like most of the people， 伊人是8點。你細聲，你講我個，你個麥。sorry， 平常時是蝦米8點到6點安尼咯，別人做工嘅時間。所以有啦，有所濟人啊，是暗暝就無人去啦。安尼咯。OK。我是喺甲人講嘅是，我係當講我係朋友甲我講嘅。會使，等你笑了聲嘅，我學別人講成聲係到轉來，你愛聽，你人家己本身經驗過本好，還是人朋友甲你講嘅告訴本好，我冇愛聽。我聽這個條白標嘅講一個大皮坑，我建議可能大一咧條白標啊，我建議大一會係成講成。我下晡困最後下晡。你幾時 test 到？你困呢？拜三。OK，拜四，今日是第3天啊。是。第4天啊，今日。OK 啊，你看起來 OK，特別亂咗，你有 symptom 特謝哦，有發燒啊，什麼還是大一呢 ？Symptom actually last week 更加濟啊。你 last week 就實特別你 test 到是 this week 嘅 test 到。對，什麼啊？你切過啊，左啊，真係鹹啊，嗰個。大家知啦，後面嘅浪，大家知頭痛啊。所以你喺呢頭頂一禮拜唔是 bad feel， 頂一禮拜是切過哦，幾嚟差亂。係你講下。我以為是切過做咗啊安尼嘛。特別本身人冇咁樣爽啊。了今日拜四 test 到 positive 咯。嚟 continue 啦，係 go story。但係你幾嘢係講 ？OK， 講對佢嘅 office 嘅物件。OK， 古早2017年啊，2017，我換工啊，我去一個新嘅檳城 office， 換嘅檳城2Q 嘅位。OK。了我換工啊嘛，了我
對個講無咪識嘛，對個環境㗎了，所以有一個拜過誒，甲咱人對了，伊個 office 有2層樓誒，了北京阮是空空誒啦，了剩我一人我講 OK 啦，我留落來做淡薄物件，看誒甲了 document 甲了啊，OK， 我做了袂要緊 ，suddenly 啊，有一個手誒聲，知無？上尾可能會手誒聲誒，還沒數啊，有個印象深刻個手誒聲，因為我可能啊，像阿 John 路誒手啊，哦 ，OK， 一隻 unique 啦，一隻特別嘅手聲。對，唔是我人是普通嘅手誒，是只 unique 嘅手誒。我邊個去看？我講，喂，無人誒，還沒數誒 ，OK， 唔要緊咯。了過差不多1分鐘安尼。你冇驚咩？你聽到是了了我去吹哦，吹，看你朋友個有掉啦。我講，誒，無人啊，買插啊，可能是我大熱了啊，或者啥物事啊，計唔要緊。了 ，OK， keyboard 嘅聲了，滴滴答答。我講看，無人哦，啥物事？伊 keyboard 咧看 keyboard， 我 keyboard 無小氣啊 ，OK， 唔要緊。了 printer print 物件出來啊。電話本彈了。你邊得邊物件是你去看印出來，係咪按功夫啊？什麼嘢印出來？無，白紙。耶！totally 白紙。哦。แล้ว不要緊咯，我去看，哇！伊隻物件本是趣味，知無？伊個嘅 Acon 嘅 remote control。隻物件，係咪 remote control？Acon 嘅。Acon 嘅 remote control，伊去叫嚟做。滴呢條啊，去調 lane， 去調 draw， 去砍，去開，了不要緊咯，因為我人有一個 cubicle 嘛，了不要緊，我愛幫助我去 toilet， 因為 toilet 嘅位本是暗嘅，我去哦，我看，無物件 ，OK 啦，不要緊啦，我洗面咯，洗面幫助洗手出來 ，OK， 我出來，我一個 cubicle 去看。有人無叫伊，若是你有心互我看到你出來。喲，你計病呀咯？你幾歲啊？是自講18年啊，自講17啊，自講17，所以31。20幾歲時，哇！你病本啊，你大膽，你去夾係叫，特別你接落來冇人看到啦，你。對，我叫伊嘛，但若是你有啥物愛叫我倒落來，我。看啊！你甲我講啊，無你去應該去嘅地方。但是我導龍袂掉你。了就見咯，了佫較坐落去，佫較做工。所以你無互你看啦。無我看，特別做種嘅物件，佫再來笑，佫再來移 keyboard 咯。特別 printer 會看無一樣。所以特別你笑聲是佫是上大你係一朋友笑聲本。你聽到是伊笑聲是正彎路，到底你身軀邊啊是遠遠？我身軀邊啊呢，因為我當時本是坐我嘅身軀邊差不多是4個位呢。所以你聽到是為啊上個到啲邊啊來嘅聲啦，可能哎呦你別我莫幾長嘛，是聽到人笑呢，你笑等是，安尼是。就那咕咕誒，差不多是你會笑聲咧。喲，但是我家己聽到我家己笑聲，我家己本驚啊！我你講，阿 John， 阿 John 你知咯，白老王就驚咯，打到。阿 John 大聲喎，John 笑。伊又咪再就係呢個 office。白老你知咯，笑安尼大聲，我睇哈哈哈大聲。我睇時我聽歌數嚇掉啊！即係啊，一隻聽就講無情氣嘅物件，一個唔對住喎，這個改變嘅。因為我做物件嘛，我做物件你買撤銷啊嘛，我咪借住。我咁問頭嘅差。我借叫別個去看，我看，喂，有人無？我去問有在無？因為我嘅所在有人做內。所以有炸掉，所以你未看到講下邊有人無人啦。
你聽到笑特別聲。我邊過去看是無人嘅，我係看到嘅。哦，了有 night shift 嘅人嘛？night shift 嘅人啊未來哦，因為 night shift 嘅人差不多是11點過來，我是坐到差不多10點啊，因為醒來哦，我坐叫邊個去問，喂有人無？有人無 ？Hello Hello， 有人無 ？Hello Hello， 有人甲我講話無？不是一個路小卡啊，古仔啊，了冇嚇，阿龍都講，冇，我如果古仔是路上卡，冇講幾難你整嘅啦，冇講隻股啦，當今應該股是路上卡噶啦。無啦，當今笑啦，無安尼，無做阿爸嘅驚真久啊！咪打係嘅。無安尼路小啊！呢個嘢嘢佢去吹，你當今應該佢家去吹，我諗邊個學健談聽告訴嘛？有啦，了我行出去卡北嘅時候，我看無人吼，間 house 本無，我行慢慢去行我嘅車，因為我嘅卡北是一個草場嘅，無人嘅。哦，驚我無事啦。你馬仔去做工先做？咩就係擺落啊，無做工咯。哦，你當嗰陣時冇驚，你冇再聽到這笑聲雜波嘅聲是雜波聲。查某嘅，伊是來我係查某朋友嘅笑聲。男婿叫我學聲男婿。我諗都會見得到啊。係啦。那我外想上邊，呢部啲這邊，嚇，一部多之類，一部多 Google Meet 到啲 Clubhouse 位，特別聽話，特別學聲，即是只學只普通嘅誒，是學朋友聲出嚟。你話我一打掉出來聲是碌白嘅聲，碌白嘅男嘅聲。對，我白嘅人，因為可能嘅 frequency 啊，伊喺走路嚟。吸引路去聽伊看伊嘛。啊，但是講你聽到咧，故意聲路可能就買起啊嘛。你聽到白人，估計去啊，估計看喂，阿咪叔，真知啊呢個，驚，梗係驚你。誒，我同時啊，我兩天幾個時候我笑呢，可能時候，因為老實講啦，還是講我到啲 office 啦。แล้ว我朋友是 accidentally 幫就變咗學緊啦，แล้ว我聽未到，伊講咪伊話咪，特別我聽到一人笑聲，聽到我家己笑聲，我家己本驚，我家己聽到對我家己本驚，要幾笑一個，是啦，但當我聽到嘅聲，到啲車位聽嘅時候，你紅咁笑嗰度。哎呦 ，OK， 嗱，咁แล้ว等陣我們每個白人到啲Google Meet 入邊話，按搞掉那古部對啦，幾個是咁講哦。Sorry， 冇，我嚟記報是俾聽人講嘅。等陣我話，真係咧，佢有幾個數，阿龍有幾個數，是呢。白青嘅白青，好啦，我嗰陣俾叫人琴日去困了，我再來上嚟 story 嘅男仔，係咪嘅錄啊？你聲啦，一換啦，一換聽 replay 嘛，一刀咧，一刀嘅是 James 啊 James 條，一刀最近咧。哦，你講，咱錄音有講到嚇，頂幾節咱有講到。冇嗬，每個。你當然講喎，頂個會發生。我是坐啲上一 position 上一環境上一多頂咯，特別我係講，我不要跟我乜吵啊，關你事咁緊啊叫伊。你想做啊？嗰時咧，我就是7月10單到禮拜咯，7月14迄節咯。嚇，冇啦，7月7日迄節。嚇，對，7月7日迄節。對。嚇，你我講了。我聽了錄音嘅人，我是食早錄呀，所以我當然已經是食完，當然是應該是食月餅，還是9月是食咩啊？食月餅啦，8月是叫人食這對。叫人呀，OK，來，你講南西了，安怎啊？我諗拜四幫嘛講7月嘛，迄節我講拜四幫我50。對，咱嘛7月7日，不如講7日就是7月。了。
拜時迄節我就講試過咯，了講了冚棒咯11點幾安尼款咯，了冚迄個棒咧啊，小尾條歌咧就是白光，迄個等着你回來咯，so 棒啊 OK 咯，了我就直頭一冚棒我就跳去棒幾個數啊，都就棒擼嘅其中一節嘅幾個數，so 棒幾個數好啦，唔知最尾插線了就。我坐了困去哦，嗰時困去，我有看是正正，我困，我講哎呀，不要緊，我 close play，了我夾掉我電話，去旁邊多一個咯，就夾掉我，所以我電話是嗰時 play 掉，會聽到我 club deck，你就 club deck 棒，你 episode 了就啲電話聽啦，聽咁了夾接到對去我旁邊是夾後尾一個，唔知用袋咧會 go through 啦，because 我哋旁邊 connect 嘛，so 了我時候。有影困去嗰就，我看嘅是正是差唔多喺12點，特別我 estimate 即節咧是12點20分了嘅。แล้ว我困去我坐車嘅時候，我就聽到等咗你回來這條歌就我係 replay，แล้ว我嗱經看我係 group chat 哦，group chat James 講做咩條歌 repeat 哦，哦，就是這樣啊，我經看時正啊，即係佢講。做咩即係掛地裏邊咧？你看咯，然後講，哎呦，死啊！即係 episode 了啊，了做咩 play 這條歌啊？哦，因為嗬，我冇 as a Q 嗰邊嘅綁條歌咯，我 Q 裏邊冇綁條歌，因為嗬是我 play 過 episode 啦 ，normally Q 啦，跟住白了 episode 嚇對，你我就較緊走對這個環境咯，因為我講嘅時正是已經是12點8 9嚟字了。8嚟字啊，你看到啦？7、8嚟字啊，แล้ว我嘛看我係 Q list 咯，我係 Q list 咯，咁แล้ว就是條歌咯，咁แล้ว條歌，แล้ว我冇人睇我 OK， 我直頭冚棒咯，結果咁就講咁了條歌，咁就講一跪拜落嚟，一直三時個啦，前面嗰陣時過來，就是等着你回來啊，三條咯落嚟 Q 掉3條哦，你咁了坑嘅未 ？Q 呢是蒙呀坑嘅嗰度，咁接落嚟我就係我係 Q 呢是負嘅，我真係一件負嘅了，特別我 even 啊 OK，even 是這條歌本好啦，白光歌本好啊。一大條路咧，迄條歌是白光嘅另外一條歌，上 album 8條嘅，冇可能是上條歌裏邊。因為這 Q list 是自己做嘅，一看起來就係你自己做嘅 Q list 是 automatic generate 嘅 Q list。generate 嘅 Q list 唔是我做嘅。哦，唔是你成日 create 自己 create 嘅 playlist。因為我有陣時有幫阿妹條歌是幫過，但係我冇幫啊。我冇幫過啊，我冇 Q 嘅時候，我是你話琴日我就係看了。AI 自己，而家是 auto generate 的嘛？一再是車熱啦，咁冇。呢個是 auto。一再是車熱，上街你啊，即係我人嘅 Siri 你講是唔是？再是車熱就點辦咧？我冚掉啦 ，OK， 我冚掉，我唔講去困醒，我唔講啦。我繼住我過嚟問 James， 你 play 一句刀。3刀嚟講，就是一年後來，伊會聽個了去啊，聽3刀啊。一聽就一定所以，我看出講，我啲 song 啊 keep repeat 咗滯喎，就係我困起，我困起了，แล้ว跟住我講下，我 delete 條歌 delete 俾掉啊，掉我 Q list，我被 remove 咗就，我被 remove，我跟住 keep remove 俾掉，แล้ว小俾我索性我直頭。play 白嚟 playlist 咯，意思講我用我 library 已經有咧 play 你一家走嘅嗰種，我 manually 可 remove 俾掉。哇！所以我淡薄驚啊，把攞做一條歌。我等着你回來。actually 這 replay 是有啲忘嘅。我個理由。我等着你回來。你講下對你 playlist 是搞了這個歌，你講啦，我做我攞掉。我伊 playlist 搞了自己唱嘅，自己唱嘅。哎呦，我有影當今時係咪鬼啊？我拄着，喂 camera 被 focus，
就是被我一直奇怪，安怎古仔你白光啊，安怎樣嘅唱啊，你怪，我冇明白觀就，伊做乜事有安尼看你咪樣係點先樣冇感覺自己嘅咯。咪聲就是叮當是輕嘅那聲嘛，很啊，氣做出來嘅聲做出來啊 ，maybe 是咧我在你左右做出來咯。啊，樣啲嚟做開幾哩去。特別講有 send 條面嘅，我真係嚇，特別講係 send 條面嘅咩？特別唔知咧，伊有。特別講讀 Clubhouse，特別講冇讀 Clubhouse。冇伊啊冇。哦，你就俾嚟啦，Clubhouse 成日有貴嘅。特別啊，七個月啊，老實講啊，只係最發生啊，等你7個月開啊嘛，我去找我朋友佢嘅厝，gathering 啊，gathering 加暗暝半暝哦。然後我出來我對厝嘅時候看，哇，真係最物件，上 gathering 哦。喲，你安怎看到是安怎講下？然後地路邊來有嘅時有嘅時騎了有嘅時是蹲啊蹲。哦，枯了嚇。枯了呢邊嚟上我唔知做咩枯了邊等了。喲，就這，你講這是安怎啊？你時常我看到。一兩厘，還是5、6厘，還是8、9厘，安怎是這什麼？我看了啦，應該是啦 ，gathering 啊，差不多是10幾個啊。喲，上一位，上這位，因為位是只陰陰濕濕歪嘅安怎啊？老軍厝嘅位啊，是起這個橋落這個橋，隔了厝長喺邊。哦。了，我對我嘅厝差不多，對到我嘅厝本是，地橋下骹面本是看到有2、3隻。呀，你看到伊面咯？蒙蒙哦，看到伊面蒙蒙哦。哦。看到伊面咧。應該南西本看到面嘅啦，是唔是？南西咧？我 depend 是以前只高層次迄種咧，我看到伊邊。係咪高層次係咩？講面高層次係 high level 嘅。high level 嘅，就 high level 嘅。你成較包袱嘅，你就看到邊。錢啦，迄種成日都講面黑色、青色、紅色，嚇，迄種我會看到樣嘅面咯。是間部特別講是 color 咯。嚇，可能是 N 有陣時是看到棒棒，特別伊面是棒，伊面是直換，伊棍是個直換。嚇？係咩是直換？liquid 可能直換，伊 liquid 可能直換，伊變水變，特定個變下面變，我看無嘅，安尼。伊成是 copy 了。Mercury，伊成嚇，伊面是 stable。哦，stable，伊成個一個 liquid 安尼款呢。Oh my god！但所以伊變嘛，啊無伊變成個變形嘅啦。伊3、8湯伊變到一個人形本嚟咯，就 shifter。你我看過啲恐怖啦，唔係講嘢妖精係咩啊？是人互人睇嘅，然後古吼，這查某來佇這後巷入面，阿妹落，阿妹落入面哦，炸起來我看到喂，蝦米樹一個人徛喺度看，冇對票。然後我去問伊邊嘅老人哦，人講哦，這個位啊，古早有一個人啊，有一個查某啊，伊呢邊互人睇死嘅。哦，特別你看到是你已經知講這是鬼嚟啊，你會分別哦。對。愛鬼廟啦，頭無誒，我人愛看咧鬼廟，覺得無咩對路了，真係。我冇奇怪嘛，蝦米樹啊，有一個查某徛了邊來，加了。你看到呢邊咯？有，嗰是血嘅。哎呀，佢身軀血啊！呀，伊個面本是殘無，冇咩精神啊呢。哎呀，特別你看到是早起時個啊？早起時差不多是6點幾7點哦。哦，你安怎會問到人？嗰邊人你捌嗰邊嘅人啊？依邊是 restaurant 嚟嘛，是食呢個早餐嘅位嚟嘛。然後我本幾波我咪喂。古早這邊有蝦米奇怪嘅樹啊，若是有蝦米古樹啊，然後迄人講，哦，這邊因為古早邊是人出名叫啦，呢個根本是叫蝦米真亂嘅人講是古早嘅人無類嘛，出呢個查某出來做啊。哦，啥做微辛苦呢？
啊，對做對嘅哦。對，了有話只韓國嘛，互人睇起哦。哦，這是做單位？江山。哦，江山。了我咪講伊是啥物店啊？是講啊，互人人無生理去嘛。搞。冇佢哋 edit。了，昨暝7月，拜三是我還未 positive 啊。拜三暗暝我出到差不多11點幾，差不多晚12點我到厝啊。愛到厝啊開門哦，開我的車門落北京，我遐下來啊。我開落去啊，冷風啊，吹來啊，無聲嘅冷風。了我聽到個叮叮當當嘅聲。係咪你會聽到聲咧？成個你梅精，無成個你人念經嘅拍咧叮叮叮嘅啲聲啊，尖尖嘅精嘅聲。唔是尖，伊是咩鐵鏈嘅叫咩啊？哦，鐵鏈。錯鏈啊！鐵鏈嘅聲。哦，我家己本身冇拄過問題，鐵鏈嘅聲是一種。拖掉嘅，拖地頭卡位嘅，如果用高啲咁嘅卡位嘛，如果用嚇，你垃圾物件，攏總是鋪掉嘅啫。對，特別定鋪掉啦，一高嘅一卡位，一連啲頭卡，定你講拖掉。定我聽到嘅時候，家平常時冇聲嘅，因為哦，迄是即係燈嘅聲嚟。哎呀，你 battery 了啊！哇呀，你，我聽到你聲啊！我就讀聽，然後鐵鏈是即係燈嘅聲。我猜下。尖嘅喎，我死。冇像安尼，即是順了伊。冇像安尼係咯。啊，冇安尼順。這是假佬，這是新嘅。伊是你知伊個鐵嘅橋根嗰個。啊。咩啊？鐵頭橋。啊，橋根啊。你橋嗰個啊，伊個碗嘅聲。哦，只尖嘅聲，成個叫嚟烤的，然後呢？佢我常常聽到嘅，即係是只普通物件嚟。特別講你困嘅時，特別講你困嘅時候，你有冚耳啊？你有一個特登困了，冚掉你耳啊？冚掉你耳，你會啊用鏡來冚，一種枕頭啊是咪？嗰時你困有一個 pattern， 你知即係安尼款是 protect 你家己哦。我可以聽了，我冇冚哦，因為我知。嗰時冚被單啦，困。冚被單有，因為特別愛冚被單哦。那是安怎講啊？anyhow，伊本是我你聽到嘅，你安怎冚伊個frequency本 edit 嘅。哦。冇安尼大聲咯。特別哦。我頭先聽到嘅時候話都是用枕頭嘅。哦，你用枕頭冚掉。特別我是，但是我冚我咪聽是唔是？嚇，本是接我係鬧嘅。哦，對，我就係電腦裏邊出來，特別。對，佢是 transmit。過我係安怎講啊？鬧嘅 frequency 哦。哦。因為別人聽唔到嘛，我能聽到嘛。對。啊，特別因為別人聽唔到，我能聽到誒。你安那款咧，嗬，你安怎 manage 啊？你聽到聲未冚，未 mute 嘅。哦，南西你安怎？我 OK，我真細漢就 start 冚耳了啦。哦 ，OK 啦，有 help 到淡薄啦。我細漢直有 help 到啦。迄個聲上甲人伊迄個鎖匙聲誒 ，actually。成個鎖匙甲油嘛，鎖匙我聽是達到成鎖匙聲。你頭先係咩物件呢？阿龍呢？阿龍都聽到誒，阿龍都聽到是安怎誒？哎呦，即卡嘴聽起來啊！卡嘴，
我聽，嚇，較少我較少冇聽嘅。特別我聽過大啲藤仔嘅邊啊，是個鐵鏈嘅聲，大扣掉頭殼過去。哦，即係拖掉臉，拖掉頭殼，可能。你 imagine 個鐵鏈喺扣掉你個打落很聽，慢慢很變機，然後行，係咧行回去補起。即鐵鏈。頭一道聽到嘅是咧，是我厝我 brother pass away， แล้ว應該是 after funeral 還是 before funeral 我唔記得，แล้ว有聽到狗嘅聲，伴你蛋嘅聲，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就聽到佢哋練嘅聲，到底我躺喺邊啊，咁過去。哦，係咪攞我係咪？第二道啊，就講係咪屬是鐵鏈係咪屬藝術係咪？咁當我覺得聽到。maybe 是想個拔掉拖掉去 the other world 啦。哦，成講你網掠拖嘅鐵鏈拔掉樣傳就傳走嘅話咯。แล้ว第二道聽到是我大啲，是แล้ว大啲你會叫咩名啊？Minden Heights 嗰邊嘅一個 bungalow 我睡一個 room 一個房間。แล้ว伊厝只怪啊，伊我那邊講奇怪怪啊。無我睡一個 room 大一個 semester 呢3-4個。我是。แล้ว伊是本拄着7月咯，แล้ว伊我大啲樓頂嘅一個 corner 嘅 room 嘅房間啊。แล้ว一暝本是大啲伊窗仔邊啊，我袂記是我困咧還是安怎，特別。伊嘅聲本是鐵鏈大啲藤喺邊啊，啊款拖掉頭殼แล้ว伊時我就 alert 咯，我就調查講，咦，我大啲2樓總係我聽到嗰啲聲，可能是狗大啲啦，伊是隻狗嘛，可能是伊個狗拔掉鏈แล้ว拖過去，แล้ว我就去掩伊咯咗，掩伊藤喺個口，無個狗無啲，啲狗見到個後尾位。所以是，特別我感覺伊厝本有物件，伊厝當吉利嘅嗰間。哎呀，當經過啲係間厝。有啊，了後尾時我有走去頭吹，我別記到一間嗰種，真真after 畢業真濟年啊，伊厝夠啲喎。伊厝真吉利咗，伊一叫安迪咯。แล้วlook imagine 啊，伊厝喺那邊是冇咩嘅事咯。嗰個大間啊，แล้ว頭頂啊，隔了是房間就你睡好啊，甲我嘅cosmate， แล้ว個另外一間是一個 working 一個做工嘅查某，3人大呢，แล้ว伊有時轉來有時無轉來，แล้ว伊個樓骹個吊伊個小鷹啊，伊個唔知伊出來，伊個即個咕咕嘅小鷹，死去人嘅小鷹啊！Goodness， แล้ว有一道我係一個 friend， 我係一個 cosmate 韓娜嚟找我嘛，แล้ว我人講話，แล้ว伊轉來看到你韓娜，伊一頭起笑咗，伊講你做咩是帶我哋 devil 來我厝？我無事幹，我哋人，我哋白色人來我厝，แล้ว伊是鄧人來啦，你厝住？鄧人誒，鄧人啊，一個日子啊，我轉來啊，伊大邊燒水、燒瓦、燒厝、燒飯，伊講我別啊，即 holy water， 我係厝掉係咪垃圾去啊？然後伊度咻過間厝 ，Oh my god！ 我可以嚇掉我走去房間邊。喲，所以就冇，你冇驚，我咪就驚去當劍做，那肯定咪驚。對啦，伊講嘅係咪？伊講嘅，伊講嘅你女呀，這處主，伊是講 Holy Water 入面是 Christian 嚟啊？嚇，我唔知啊，應該是啊，唔知啊 ，don't know 啊。所以以前嘅講，特別 bless you 啦，講你錯垃圾物件對人嚟看啊，我係 racist。bless 我咧，個 bless 佢勁粗，但係邊翹。Oh my god！ 係做嘅碌啊，喲，個理哦。啊，แล้ว後尾我走 ，before 我走啊，佢另外一叫做工嘅就嗰本走起先。啊，我感覺，最少我感覺係粗但個理啊。哦，半夜有得睡。半夜啦，一單咪是 student 特別吹半夜嘅嘛。半夜個上咯，嘅上個鬼嚟，誒，你冇看到鬼？
你冇看到幾你豬豬就已經就 present 咯，就嚟啊咯。係咯，掉咯啊，bonus 俾幾個嘅你。嗯，哦。誒，主要避開起來，because 我講一個故事。哈。等阿姐大皮卡妹妹嘅妹妹。男仔，sorry。妹妹男仔嚇，來講。男仔，頭晚講啊，呢個歌，頭晚你講呢個歌之前啊，你去過蝦米地方，還是你做過蝦米事啊？哦。你講嘅地方是下面安怎嘅事？你講嘅地方甲是事下面意思？安怎嘅地方是去遮濟啦。你講嘅地方是安怎嘅興嘅地方，下面興？上家講是香港係一對hospital 啦、甲鼓樓啦，嗰時係可能嘅，嗰時冇我當我 record 到對哪裡擺正啊？Oh my god！我都冇見啊，同佢冇啊！我 graveyard 隔了本冇啊，冇啊，冇見過啊。講過蝦米物件是關於一隻物件，唔是一隻，是一定物件。一定物件。一種物件。有冇咩別邊一個講鬼告訴下？啊，我都有放咯，了接落嚟就是有嘅咯，即係會。你是邊一個咁放嘅鬼告訴 rerun 嘛？啊，是啊。OK， 我係先咗入嚟哦。哈，是我驚。佢是甲你講哦。你買甲講哦。喲。就是係咯，我本是垃圾。伊在本，你要甲我講。我在本我。南西以往是出去嗰邊，你會叫你出去嗰邊是你甲我講。OK。嚇。嚇，你講，要燒條 message 嚟。我驚啊，當劍。了伊是何你一個 warning 了，知無？因為你講了，你講了淡薄物件，不應該講嘅物件。伊本在，我在接落嚟啊，本在，接落我在。比未講到這明顯啊。哦。特別說，啷個嚟講鬼告訴啷是為咗邊啲學見啊，犧牲咯。應該是有講到淡薄敏感，係是敏感，一隻敏感，一隻敏感是敏感。所以，你講是唔是喺你 episode 南西？是唔是喺你 episode 講到物件？還是啷講到 discuss 到七個時候講到乜物件？唔知喎，就是了。你就知嘛？我特常常有甲你 private message，真假正假嘛。了我知道講是之類了咯，假正假冇甲你講嘅嘛。我唔是按假正假，冇人知啊嘛。是別端我甲你嚟嘛。對。假正假知，嗱，我再講南西有講，南西有當時，因唔是講我就來南西講佢嗰時講就係咧嘛，特別伊最近呢。伊 message 甲我講嘅是講，我等出掉外口，所以我甲你講者，然後我對處無係方便講，你是叫你甲我講，所以男生伊就係照講，伊人講就是甲人講嘅，伊無成日講我當時無方便講嚇，伊一到呢，我是燒掉了，伊燒掉，伊出去外邊嘅時講，我等到外口啊，我甲你講者，無對處是無方便講，無用嘅，男生無用嘅，因為哦，是啊。呢隻物件是有時咪對你哦，你唔袂走嘅。你外口講，你唔係講，你唔係講無數，你講出來就是無數哦。迄哦，你知就是迄存在。特別是我講外口看到就 OK 啦。伊會help 你嘅啦，伊會互你擔包嘅自己嘅。嚇，冇啦，冇希望伊help我啦。我冇講希望安怎合我下面嘅啦，接落嚟就是甲伊白白寫畫了嘅嘛，了，唔知接落嚟就知咯，特別是最近甲垃圾講，甲sensitive咯，真奇怪，
你成 feel 就講，你 feel 就講，我咪講，你咪甲我講乜嘢啦？唔得，我驚。我唔是我驚，我唔知慘啊！你 feel 我時間聽，你是 feel 到 safe 是甲講，攏驚是問人嘅講。I mean 你再講成日 ，because 我再講南山嘅股下，伊愛講幾個事就甲我講，伊無成日講，伊唔知做咩事風險，伊甲我講，我無方便講，安尼，伊就無安尼，所以伊有講，你有時想到你看你都唔係講啊，你會使放佢前面，別貴啊，較濟年後啊，佢嚟講。我點樣講啊，不知是甲講，喲sorry 啊，我是琴日方向來的，琴日嘅，你醒咗嚟啊？我看到你，我查 focus。我是感覺臨世感嘅物件。tapi after 你數就 OK 啊啦，我 feel 就 OK 啊啦，冇物件啦。其實頭先我甲講，咩插嘢面，特別 after 你數我 feel 就 OK 啦，冇講安怎了。垃圾講甲冇以前安尼，冇 feel 到係 pressure 啊，笑咯，冇 feel 到安尼 pressure 了，咁，真係到去啊。有可能我看落面啊，我更加濟啲掉上。因為我醒了有線了。哦，有線，唔要緊，這裡講免 go further。一知嚇，心知肚明。我咪大家吹唔來，卡吹聽，全部講只大了啊！卡吹聽嚟講。Standard size。OK，我有攞嚟物件頭一個咧是今年2月時吼，我去古晉，我去沙拉瓦，然後去一個 native village，我係 friend 嘅厝啦。然後我去到我 friend 嘅厝嘅時咧，然後我唔係講去叫人嘅名，因為我唔知伊聽到未聽到嗰然後我去厝時咧，伊 father 就問我講，D 有時叫人名做 D 啦嚇，伊 on the way 去伊厝，伊是伊厝真正 remote 嚟無 network 無半行嘅。你係講 D 單一卡巴，你我講 D， 伊講 D man咧，就係講我來呢位咧。你講 hello， 就是伊唔知講做，就是無人解講做咩事，伊會在路來咧。然後後尾伊嘅 father 講啊 ，actually D 啊，伊有飼導遊咯咋。然後真濟人看到伊嘅導遊到底伊嘅厝喎。然後伊嘅我嘅 friend 嘅 father 講，唔知是唔是伊嘅導遊看到路來嚇，然後走去甲伊講，然後伊來去問路啊，單一卡巴咯，因為無人解講，伊都根本都無人知我去。然後咁我咪 compute 你嘅朋友是啲啊？唔是，我嘅朋友是冇 D 是一個迄邊嘅甘榜嘅人嚟。D 是我嘅朋友嘅 far relative 嚟。I see，特別魯伯。伊人 related 特別真正遠嘅。我唔知伊是幾歲嚟。特別伊捌我，我就是佢講，總係伊知我嘅名啫，可能伊講過嘅名，特別伊唔知講我迄時我有去的甘榜嘛。所以你看到是你朋友嘅爸，假如講D就係卡巴。你朋友 before 你教時伊成日講叫你見面salaam咧，成日講叫你，你看到伊時你甲伊講 hello 你看啊。然後伊爸咧，伊爸並逼我咧，伊爸講，伊爸乜時講未必是對咗對，因為伊爸本講嘅，伊無咩敢去伊厝，因為伊厝對咗，因為真濟人看到伊厝對咗，แล้ว伊對咗是成個 grayish 嘅 color 啊，呢咧特別對厝嘅，你伊幾歲嘅？查甫啲查甫嘅，啲是查甫，你幾歲嘅？你六百多過喲？我唔知是幾歲嚟喎 ，actually。所以都唔係多過啦。我諗意思我就真奇怪，講我就直直去story 中睇啲佢，但是我直去問講，啲安怎？問你朋友啦，問啊，就冇話叫你咯。問一朋友啦，問一 father 啦，問一 relative 啦，問有幾歲嚟我就問啊啦，有睇問我就問啊。你講我都問較濟人冇啦，等佢生日對咗嚟。แล้วคือสิว่าแล้ว actually 咧就講第一次導遊嚇是講伊被 protect 伊家己，甲 protect 伊家己邊啊嘅物件咯就。แล้ว做咩事我係感覺嗰啲咧，因為
弟哈，伊 married 伊教演甲一叫淡薄哈邓人嘅。哦，แล้ว伊一叫邓人咧，伊 already 有 family 嘅。哦，伊是出來做二寶呢？伊叫實，唔是，是只叫 T 嗬，伊做淡薄物件嗬，แล้ว只叫人哈對伊啊未走啊。哦，成日落降頭伊袂使過掉，伊袂使過掉迄個水嘅物件，伊若是過掉水嘅物件，伊會巴達巴咧轉去厝嘅。哈，伊你講伊翁啊，伊即鄧人嘅翁啦。哈，แล้ว伊翁看到伊寶嘅時候，會甲人講啊，伊寶是規世界第一水嘅查某嘅。喲，แล้ว特別啲嚇，唔是講水特別安怎啦。伊幾歲嘅？แล้ว啲嗬 ，I think 40-50歲啊。差唔多。แล้ว啲嗬，成個是有一腳驚啊，我喏。嚇。伊成個是有一道是被掠。唔是伊家己嘅，甲伊 previous 嘅。แล้ว伊成個是伊無伊安那安夾來啊。แล้ว伊要做，伊要叫伊都有接伊安那安夾嘅線咯，唔知要 achieve 係咩物件，我唔知啦。這是聽伊嘅 father 講嘅啦。這是你朋友爸講啦。แล้ว伊嘅物件被接啊，แล้ว聽講伊嘅成個一隻 struggle 咧，伊把酒本變紅去，แล้ว佢嚟 struggle，แล้ว結尾是。袂咯做袂着咯，做伊嘅導遊成是袂接去，了伊導遊是真正一人看到嘅物件。所以人金峰內面已經是成日在嘅啦，講係一間是導遊嘅啦。導遊係咩？一隻定是幾多隻？哦，伊係咩誒 ？OK， 所以是成個 public knowledge 成日看到嘅啦。了伊嘅家己嘅 brothers 唔敢去嘅處是種嘅。哎呦！特別我唔知唔知遲到有時係咪意思我冇。我未曉我唔知喎，幾驚。不如你去實你咁幫時候，你去烘梅啦。我甲你講，你我短嘅時咧，我有經過一處，咧去邊處小英喎。喲，แล้ว一處真正 colourful 嘅，等我吹看小英，來 VTR， 我吹看先，แล้ว伊嗬，你冇夾帶本咯，你上到邊嚟學嘅咯？我夾帶咧，伊厝只 colourful 嘅哦。แล้ว伊即個咩是夾帶？伊只 colourful，所以我都未講做咩事，伊厝會去 colourful 嘅安尼咯咋。แล้ว伊咁講啊，因為都有是夾 colourful 嘅物件。哦，係見嗱呢 colourful 嘅色。啊，所以都有是一隻啦，唔是一幾隻啊？我聽講是一隻啦。特別我就要吹看，因為迄時是二月啊，所以真濟小英啊。我見到慢慢吹，你慢慢吹嚇。OK， 我吹掉一個，你講第二個是當今你看到我係小英啊。看到啊 ，OK， 先講我一個先。哈，當今是點啊？當今是一個路嚟嘛，對。所以你看路行到尾時，你看袂到路啊嘛。彎去到邊啊？你唔知講伊路要彎去到嚟，可能是彎去正手，我條白雲呢邊，嗰啲路都喺邊出嚟嘛，對。白雲係。OK， 你 imagine 哈，這條路哈是大啲，我其實4月幾時我去 East Coast， 我去是嚟 Island， 然後我轉來時咧，我搞個 Baling Creek 嘅 highway， 有啲 Creek 去 Baling 嘅 highway，expressway 啦，差唔多安尼款嘅路啦，然後本是差唔多安尼款嘅，伊是山位，所以我看落來，我看唔到伊 end of that road 啦，所以我想講伊路行到尾了，入山了就會轉去 right hand side 嚟白雲嘅位。OK， 明白哦。然後迄時是6月我7點啊， curve left then curve right， 然後嗱，我哋看到一山成個。特別我唔知對掉，我唔知伊是 curve left or right，所以我 assume 伊是 curve right。嗱，然後迄時是6點幾我7點啊，天陰個落雨，然後是無迄個無山嘅啦。無迄個無陽光無無日頭嘅，然後我三點你看，我甲我 friend 兩人咯，我換車啦，我 from 全家都上換架進來，所以然後 after 搞安尼款嘅路嘅時嚇，我就看到頭前一個白色嘅車，白色嘅 truck 啊，伊白到成個一條雲安尼白，伊就喺邊款嗰啲山有款縮過去慢行過去咋，一度攀起去啊。所以我就想講，依條路啊，真正哇，so interesting 咩？依路啊，你看行到了，交尾個接山，我講哇，這條路真水，我就 start 就講，哇，這條路介水啊，咯 so serene，
行緊翻嗰個接山了，等你唔知個最早走出來哦。แล้วwhen我講嗰陣時，我 friend suddenly 就腳踩腳喺度講，伊講 I saw something，I saw something。我講 what？因為我自己 friend 看到物件啊。哦。你就講，我講 what？我講咪是一隻 truck 白色嘅 truck 咯 ，what you saw？你就講 I saw something white color white glove flew over 啦。哎呀，佢就白寶貝 flew 幾多咯？對，我講 flew 幾多咯？一幾嘅 direction 就成個我看到一隻 truck 嘅 direction。哦。然後我就講 you think too much 啦，我講 it's just a white truck 喎 ，so what's the difference？我講冇特別。然後你就講不，伊個看到，伊講真正 sure 是白色嘅寶貝過去。你講個 truck 是你成日載貨攞嚟啦。哦 ，OK，對，白色幾隻白色嘅咯，我看到嘅。OK。所以我就真正 convince 講看到是白色嘅，特別伊就真正 convince 講伊看到是白色嘅布了，喺 horizontal 飛過去。แล้ว行了一條路走了過了一個你看到就應該係山嘅事啊。Actually 伊個路嚇唔是 turn right 嘅喎，伊個路是 continue left 了個 straight 了個直嘅喎。แล้ว其實我過了一條路我就有啲刺激，我講咦，我覺得看到咩物件咧？แล้ว after 過了一條路線咧，就有一個 small town after 一個 Great Baling 嘅 highway 嚇，有一個 small town，แล้ว一邊啊成個 dead town 嘅款嘅啦，แล้ว有一條 junction 啊，等right 嘅，特別係是鐵路咧啦，唔是可山路咧，แล้ว我就看到 lorry 喎喏，แล้ว我就注意到 lorry， 我看到 lorry， 咦，安尼款嘅點聲 around 7點。แล้ว天陰個落雨，伊 lorry 行是開火嘅喎，แล้ว伊 lorry 嘅鏈啊是黑色嘅，伊玻璃是 colourful 嘅喎，แล้ว伊火個唔是迄個白色火是黃火嘛 lorry 嘛對，伊根本是無可能規隻白，甲了無半個 colour 飛過行過去嘅。我看到白是香，但係無香。對，我可能看到甲伊個看到迄個白布是相嘅物件嚟 ，because 伊無可能是一個 truck 規個白色，伊是根本無可能無邏輯嘅物件嚟。對。特別你無去想咧，這你是去想就講，看到一個 truck 呢，你無去想講是蝦米物件本。對，แล้ว腳本我那話唱那佢講伊死啊，แล้ว想到伊死我伊 truck 伊 shape 本身唔是 truck 安尼哦。แล้ว我就講，แล้ว我就 start to a bit high 啦，講，咦特別 shock 咯，我看到我唔捌看過嘅喎，然後講咦 shock 我知道，我就講咦就本來好勁啦，我講應該是真正 lucky，有啦，想要講，但係安尼估啦，但係個個我都未胡來，我見咩個我那不困啊個嚟講，然後我就講，然後就個 friend 講，咦死啊，so I'm so lucky，伊講你笑啊，我就無見看，但係看到我看到我都無 lucky。我講特別我頭一刀看到嘛，唔所謂曬得我了，哇真嗨啦，嘩！然後 after 到Baling 過啊嘛是過古林嘅 highway 咯對，特別 after Baling after 看了一個嚇 ，after 我看到迄個正嘅 truck 嘅時嚇，我就感覺到我嘅車做咩事有聽到啪啪嗰啲聲嘅，我都唔知講什麼，成個路嘅藤硬壓掉。一個布是 something 啦，拍你是對車嘅，แล้ว我就講，咦，你別我講你嘅物件打倒啊，係到我車無係好好啊，講你倒落去後尾個飲咗我 bus 搞嘅聲，我介 distractive 咧，我 bus 搞我真係先，我講你去後尾我話你 back seat 啊，你去看你物件悄悄啫咯，你開條藤啊，所以悄到，冇啦，冇開藤啊，落雨噶嘛，陰啊。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หาไอ้ตัวคิดแจ็คไอ้ตัวเป็น佢後邊講 nothing 啦，ตัว冇物件ตัวเป็นพิพิ叫，แล้ว我講你聽到พิ咁樣，特別高古林嘅時候，我被動了，我落車 check 咯咋，想啲外口大啦，上面嚟啦，對啦，行一路冇半行了，嗰隻行，after 古林嘅嚟係會啊，嗰時พิ叫，แล้ว高Subang Jaya before Penang Bridge 嘅時候，佢哋聲都冇嘅。係咯，但所以我唔知我看到咩物件啦。你白款是你捌互人看到嘅 area 啦。我捌互人看到，對，我捌互人看講迄個白款是啱飛過去啊。我想嗰陣白色是白色嘅布啊，飛過去。就是講伊看到迄個白布，甲我看到嘅 truck 嘅 direction 啊是相安尼款嘅位。你講嘅是你無吊車鏡咩？
我掉青鏡啦，你 suddenly 可能講者我就開下掉青啦。喲，幾了幾了。我吹冇迄個 colourful 嘅厝，迄個小影嘅咯啊。你見到慢慢吹到。有啦，吹掉。哈，來。我吹掉。你係。等嚟看，係咪？shit 啊！我走去看我嘅迄個你 camera 我係 photo， 我係 phone， 我屌。咪見到你 favorite 伊，我 favorite 伊啦。favorite 也是昨天是。啲厝嚇真正 colourful 嘅，你我個翕了個 regret 咗死啊！真係唔識對話。阿龍都食咩？你話龍在食咩話？食半暝掉。有好了。哇 ，OK， 咱注意 BDR，OK， 台灣 BDR 哈，咱看嘅小影一邊，冇個啊，我嘛撲機架撈落冰上。會翕啦，到啲車頭頂翕啊！我講你看車個辦啊，啦，頭翕啊。哦，哈。你我 zoom in 只隻刀啊，我看冇半行嘅，冇物件。阿你Baling Grid 嘅啊，唔使住講，客官唔使住講嘅啊 ，that is a prank 啊，見啊。唔是 ，actually 你若是去 Google 看，你去 Google 吹makhluk putih balik green Greek baling 啊，你會吹到有人看到。哦，都別人會 report 過本呢，即物件。伊是成個makhluk putih。makhluk 是成個 creature 係。你攏看伊清楚。有一叫人講係咩啊？ Like the police he investigate 是原來金崩嘅囡仔，伊調來調去。when 我看車是啦，你看到一山下是 unlikely 講有人會帶迄邊嘅位做安尼大頂嘅 truck 嘅 ship 出來。哦，你看到嘅是 truck， 但你朋友看到嘅是布嘛對。對，特別我看到，所以特別我 after that 我 contract 嘅，因為伊無可能是 truck， 伊truck 無可能是規頂白色。安尼看點聲，一定要有火嘅，一定要開火嘅，落雨嘛。evening 嘛，暗啊，陰。Google 拍出有小影，所以冇可能是冇灰。嚇？你 Google 拍出嘅是有小影嘅，阿妹小影嘅路邊有一個查某穿白衫，長頭毛，徛掉嗰邊我唔知。徛掉未看面嘅。特別奇怪本。唔知啦，佢哋是人 uniform 啦。uniform 掉。都即間厝啊，白衫就穿紅衫。即間厝啊，就是有人看到伊都有到啲伊嘅厝嘅 surrounding，because 伊人個人 native 嚟嘛，所以人嘅厝真正 simple 嘅。你是講是 Greek 嘅？我 zoom in。嚇？你講是 Greek 嘅嘅？係咪 sorry？你講唔是，伊是 Greek 嘅。highway，Greek 嘅 highway 啊。After Baling 啊 ，after Baling 你去 Greek 是有時嚟先嘅 highway 啦嘛，啊。誒，等陣我想是個別講嘅呀，個別講嘅，個別是 reporter 啊嘛，是記者啊嘛。So 我記啊，就算 a few months ago 啦，我講過。A few months ago 我捌大 DLL 快講過一個物件。對，你係伊講 something like police investigate 是佢拿做 prank。嚇，แล้ว啊 ，because 啊，一個 trip 啊，真 interesting 就我去個 island 啊，有三個 resort， 有四個 resort， แล้ว一個是 abandoned 嘅。then 伊 abandoned 嘅 resort 上加真奇怪，我本有去看咗，我掉啲去 check 伊 abandoned 去 visit 啊。嗰啲哦，伊 abandoned 嘅 resort 上加人搬名啊，走到庇護，可能問層來搞伊個咧對邊變來變去，可能啊。獻㗎了。所以 already abandoned 啦，嚇，個 eerie 可能啊。呢個假期啊。特別冇人知做咩屬於 resort 嚟冚起可能嚇。呢個假期。被 explore 嘛 ，Alan 呢時都唔知要做下咩啊嘛，然後三個 resort 嘛去看第四個到底是安怎咯。哦，我唔揀咯，你講物件我唔揀，我就驚，我驚對嚟。我去翕小影個誒 abandoned 嘅 resort。你都話看仔都去吹啫。我本每一個湖吧，橋山湖吧，你聽，當然個上到把你鬼個。人走一困噶啦。困橋啊，
冇啦，那我啲個困個，未困。嗱，按照你講人困，是啊。almost 愛困到 ，actually 我真濟人講 Johnny 聲俾我聽咩？我未試到 ，I find it very soothing。係咩聲？你會我笑聲。我試到真我試到真 soothing 哦。冇啊，是啦。我按照講。哦。我是只 genuine。安尼啊。OK。不要緊，攞嚟聲，我係聲，我笑聲係撇寫本嚟，當然是講過到鬼是幫我哋 recording 嘅嗨鬼走嘅了誒，我 OK 啦，你講嘅安尼係咪 ？It's so scary 啊！講正，好笑嘅，OK，好笑嘅。係講。So 即係我嘅 roommate， 我嘅last time roommate 誒，告訴我，伊是甲我講，伊大隻大學本地嘅大學迄邊讀冊嘛。I don't know if I can say the name 啊。嘟啲，係咪嘟咯？對啊，係咪嘟啊，OK 啊，嘟啊。So 我們本地大學是 first year 喎 ，you must stay on campus 嘅，無通講來搬出去嘅。So 到好is somehow is 一個長人 ，then 伊個攞嚟換啦，三個房間哦，the same room 咯。Then first few weeks 伊是甲我講無事啦 ，seems that everything's fine， 無聽到蝦米物件，無看到蝦米物件。Then suddenly 伊是甲我講 assignment 嘅 week 嘅時間，有一個 week 是來搞來功課嘅。then 搞到人真 stress 嘛，所以就看到伊個一個患癌嘅朋友，患癌嘅 roommate 伊困掉，伊困幾日嘅，你知無？早起我嘅朋友伊甲我講，伊困車看到困掉，不要緊啦。你啱啱轉來嘅時間，我是困掉喎，and then next day 不是困掉喎。then 伊就甲另外一個患癌講會說jom kita bangunkan dia lah.因為如果伊困掉，也是伊破病是蝦米啊？伊困掉無食無啉水，毋是袂好嘛。所以伊個患癌嘅朋友就講你叫伊請啦，你叫伊請，我出去了。等我嘅朋友就掠一個困掉嘅朋友咯。慢啊到sekali伊掠落去哈，即個患癌哈，伊坐起來哈。伊是甲我講，按照講啊，伊毋是坐起來，伊是食個，咱看到迄個 Dracula 嘅 movie 啊，伊坐起來會行啊，伊會手起來啊，and then 伊是甲我講啊，安尼啦，and then 不要緊無，伊甲我講是伊起來嘅時間，伊請嘅時間，伊就講蝦米kenapa you di bilik saya. Tapi 伊毋是查某嘅聲，伊三個查某啊，tapi 出來嘅聲毋是查某嘅聲，是查某嘅聲。then 另外一個患者都 of course 就請驚啦。then 伊徛條門迄邊嘛，所以伊就走出去找ustaz 還是 ustaz。所以我嘅朋友 trap 到喺迄個房間內邊咯 ，because伊個 roommate 徛條門嘅頭前嘛，伊袂當出去嘛，所以伊住內邊咯。伊就看即個查某夾物件、飲物件 ，then ustaz 就來咯 ，ustaz 帶緊帶咗蝦米，帶緊來打波啊，來 5 or 6 guys 啊，都攏掠伊啦，掠伊，6個人掠伊掠袂着，掠袂緊。then 我嘅 roommate 是甲我講。一個細細隻嘅查甫啊，忽然間安尼大粒喎，6個查甫啊，掠袂緊哦，掠袂掉。And then ustaz 袂當掠伊，就 try to 捕捉咯，就問伊咯，做咩你來甲教這個查甫有蝦米事，咱好好講，咱會當幫忙蝦米哦。then 這查甫用迄個查甫嘅聲甲伊講korang di bilik saya 安尼物件啦，所以亂在我房間內邊。所以ustaz 就問伊咯，還是咱
帶啲三個查某搬出去，冇負幾三查某嚇 ，sorry，我對住鬥幾接啦，嚇條話就係，然後，伊個查某就講會使 ，I don't know the ghost 係咩事，講會使咯，所以有時就講 OK 咯 ，promise we bring the girls out and then you leave the girls alone 啦，安尼啦，so the 伊個物件真正是無去啦 ，and then the 伊個查某換啊查某冰山去啊，是蝦米啦，then 我嘅朋友伊就收物件咯，後尾收物件我就切嘅嘛，收物件。then 後尾去 office 伊帶條另外一個 roommate， 另外一個換來嘅 roommate 啦。後尾去 office 愛換房間，and then 伊去到 office 嘅時間啊，伊就甲伊講，我愛換房間。office 嘅人就問伊，做咩來換房間 ？semester 個安尼換啊，換蝦米換？then 伊就講，tadi ada orang dirasuk hantu。有人蝦米？入鬼線啊！入鬼嚇，入鬼線嚇，對。鬼線啊！and then office 嘅人講蝦米？again 啊！呀！and then 沒有幾咯，即係我嘅朋友都就講真 ，like have so many questions 啊！意思蝦米啊？again office 嘅人就講是咯。古早啊，真濟 case 啊，真濟查某啊，都有入鬼嘅，加了都是徛掉迄個房間啊，有入鬼嘅，有知咯。等下，我朋友就問咯，所以咱是會知，還是有人徛入即個房間，伊會去入鬼啊，會有鬼會起身嘅。And then the person in the office said 是咯 ，but past few years 啦，無互人徛入去嘛，so。無 incident， then 即陣人就想講 already few years pass 啊，應該是安全了啦。所以互伊人徛到內邊，then 我就朋友就負責咯，伊是甲我講咩？我明明是會知有人徛到房間內邊。So many cases of people 啲啦所handle。我個再互人徛入去 ，it's like asking for trouble。But then then 我嘅朋友是甲我講 like after that 伊後尾收物件換房間先 ，and then after that first semester 伊後尾搬出去咯。伊咪徛到 campus， 因為伊邊是伊講伊拄着真幾若擺啊，到 campus 內邊。唔是講看到嘅是着幫着嘅，我看到特別有人幫着。所以我就是講以前講較真 sensitive 安尼，所以搬出去較好啦。我妹妹一個到嘅環境，我妹妹一個特別強哦。你把鬼幫你不想把 contact 噻 physically 當過啦，噻，咁安怎你把 physically contact 咁樣，還是 usually 是到頭腦嘅，受人幫嘅，有，安怎學鬼幫 ？OK， 古早是去一個檳榔白嘟，即厝長啊，我去問一個上婆。伊是看迄個報告嘛。看八個牌，你個你想看面，然後你來梅話啦。對，真出名嘅，是白嘟對面呢邊嘅。了我去問其實我無咩相信呢個物件，了我朋友帶我去，我講 OK 啦，問啊，了問我問到差不多是10年，有一個我感覺我係靠。有人望我，了我咪看，了阮知啊，因為一時我阮知我家己有即個看到物件，feel 到物件嘛，了阮知哦，我咪看伊哦，佇下骹佇我嘅骹邊嘅，像一個囡仔囝望我嘅骹，了不要緊咯，我顧較梅顧較濟就是。伊個囡仔囝上起風了，毋知安怎
安怎去找我的颜色知无？了伊上部分你一项袂，你买安尼加一项，爱讲，我讲袂啊，咱只我袂记啊咧。了我愈买愈做是哩，啲囡仔去笑来咬你，爬我卡，白你卡，咬你卡，了我本在伊种地方是规家家人做工啦。了，上个迄个相簿是用迄个规件来甲你印完呢，特别你感觉到伊规件就是靠会动帮你个白你。对，了伊只相簿第尾不是甲我讲，我看你免买梅啊，你梅啊，若是我讲无毋对物件，你会变我倒转来。我讲无啊，我无感觉，你讲无毋对啊。了我本调调，我讲 OK 袂要紧啊，若是你袂安设我的问题，了OK 我本知我安设袂掉啊 ，OK 袂要紧袂要紧。我走啊，你学着海女哦。伊买收我女。平常时有收女咯。平常时有收女的。是添的香油啊，添香油香朋友。香朋友香油啊。了我好伊嘛，伊讲免了，我无晓掉落阿面。OK。哇！了一站了，互迄个几磅。你会感觉到伊个几个 emotion 呢？感觉会。所以来说讲，伊人是欢喜，人是激心惊，你会感觉到伊个 feeling 啊？这看可掠是无？伊人 emotion 哦，有阵时毋知伊是真的 emotion 是真正是，若是伊是无欢喜哦，伊种 emotion 是只会掠啊。特别若是伊是欢喜，若是坎坷，若是伤心，是毋是掠袂着啊？因为像南西讲安尼嘛，若是伊人的 level 嗰个悬，是毋是？只坎坷去猜伊人是虾米感，只坎坷去感觉伊人是虾米 emotion 来无？因为伊人本蛮互你掠着伊人是做虾米嘛？伊无你知100%很。对，特别若是伊只是起哄啊，你知的。因为古早，顶礼拜我有讲啊，是毋是？顶个日我有讲是有一间个人啊，有饲诶龟家嘛。了伊内面龟家本是无欢喜甲我，无欢喜甲你伊以为我爱掠伊嘛。做咩事都去掠伊？我无讲过啊，是这个故事。拢听过，拢会记哦。去掠伊几件？无啊。有一个个人来美术哦，了我坐了一面。来暗妹啦，你暗那边。对，我坐了一面美丽的叫咩打坐。对，坐神。坐神了，我坐神时我是看着目睭嘛。了我感觉伊，这个人是带迄个朋友来问的，其实特别徛本是娃娃知无？我坐的地方迄本，伊本是徛娃娃，我坐的地方。了我看着目睭，我叫伊来，伊毋知哦，我开目镜，我叫我目睭，我叫我身边的人，叫迄个人来，伊来哦。来以为虾米事嘛？伊本是徛了一面，了我有来谈判啊，甲来宾一只。了伊本身本无甲我讲，伊内边有饲一只龟家的，
本是像是多樣嘅物件。了不要緊咯，了伊談判，我掠伊知無？因為個人啊，本是何時了準咯，準咯。驚啊！唔是驚，是無歡喜甲我了。哦，是。哇！咁了人看到阮驚知無？因為伊人驚，伊肯個人愛跑啊知無？伊是準啊！我會買插伊哦，我掠伊爾。了了，伊賣出來嘛？不要緊咯，我找師傅來哦。師傅來講，伊每月個人啊，咪數來企業都有，伊講伊甲我談錢嘛。了我人可以選擇哦，可以做嘅係咩啊？選擇叫咩啊？可以經啊！你愛我人掠伊，還是你愛家己飼？啊，比如若是你家己過來收掉伊，我就袂掠你啊，袂掠伊啊。對你無好誒。แล้ว伊講，我係累呢，不要緊，你買呢。冇了。แล้ว特別我是感覺嘅規家嘅導遊啊，是直接無歡喜甲我。以前也激動啊。所以你感覺到伊啦，伊誒你規家真無歡喜甲你啦，你會看到伊哦，你規家還是感覺到伊？感覺到呢。伊是第一次過來朋友誒。你知伊誒規家是印度人啊，還是唔知伊是係咪？唔知識啦。我看到一個影子咁樣印住啊，這影是是囡仔囝，差不多像是1歲加3歲嘅囡仔囝。細漢toddler呢，細漢呢。差不多是3歲安尼咧。因為托友是未長大嘅，伊 maximum 嘛，本是到差不多3、4歲安尼咧。哇 ，OK， 我講我一邊生啊，特別係啊，點會整啊？今日後我冇地，所以冇嘢食，我都自己煮。食下好啊，咁時候講一邊你尤其是當然是7月數啊，講這個事是真好聽啦。阿龍是困起啊，阿龍幾點？未幾點？伊啊，伊3點來啊咯。我人真少7月講嘅喎，7個月做咩我人講啊？真奇怪。是咩7月冇講咩？冇人先正 stop 啦，先正 stop 啦，先正。甚至咧冇人加嚟講嘅嘛，你叫幾拿到7月冇人嚟講嘅。當然啦，落音是7月幾？7月10啦，我落音是7月。我呢一句，哇，10了。真最好聽嘅告訴我是講是感謝人為咗犧牲人家己嘅生命。嗰個刺激啊！嗰個刺激啊！對啊！嗱，鬥嘅，發生無人講了後，但夠你啊！我對旁境咧，白佬。我講發生無人講嘅一半，但夠你，嗰個刺激。嗱，鬥嘅嚟啊！鬥嘅嚟啊！鬥嘅出現咧。係咩？鬥嘅出現，入咩嘅面啊？係入面，入咩嘅面？係出現。冇。copy 這個咧，拋 copy，拋 copy 這個咧。OK，感謝各位聽眾。我想係講嘅一個，係講。嚟，我不得有講。伊是馬來西亞嘅蝦米仔？了。嚇，蝦米？講了。我一個 friend，伊是馬來西亞嘅蝦米仔。OK，แล้ว蝦米仔culture嚇，伊人搞一個會上，伊人特別去出街做會上，差不多一禮拜2禮拜安尼。แล้ว伊咧，伊去做會上嘅時候，伊人特別去 prepare 差唔多4個節到啲暗那邊嘅嘛，伊人係生活那邊嘅嘛，到啲吉打啦。แล้ว伊就教我講，叫我去 join ceremony。But then 啊，就是 after ceremony，伊會上過來教我講。OK， 伊大喺一間房間，伊人教了是幾嗱叫一定有夠6叫啊，囡仔係20幾歲囡仔出街啦。แล้ว教了就大啲一個。伊人嘅生活有幾哪嚟 building 啦，你人家咧就大啲一個 main hall，แล้ว大啲 main hall 入邊，伊人嘅係布啊，紮起來成一個 corner 係人大呢款嘅。แล้ว伊講頭一名，伊就聽到講有囡仔嘅聲在邊講話，特別伊唔知講係咩物件，
你喺度食刺激咯，伊就無講咯，了計節嘅時下，伊人甲了講時樣嘅物件咯，就我個啦叫甲了講，聽到一個囡仔在邊走嚟走去啦，特別唔知講係咩物件。แล้ว第二名、第三名本是上嗰種。แล้ว after that 伊人就別動啊，就去伊就去甲伊人嘅較大嘅會上講啦。你會上講，哦，你人有看到啊？你人有拄到啊？你人就問講，做咩事咧？做咩事把人就要拄到咧？咩物件？原來哈，伊人困嘅迄個corner嘅邊啊嚇，有一個古曼通，你知？哦。你知古曼通哦？古曼通係 I think 見呢咯，見鬼嘅。古曼通是見誒成個多樣嘅啦，大 version 嘅啦。แล้ว伊講原來哈，迄一個 temple 古早，伊人有一個會上啊做真正濟古曼通嘅。咧會上死去啊，一古曼通無人過咧，所以人都一個夾去互別個暗安尼款。特別有剩一個哈是無上走嘅咯。แล้ว伊人嘅會上啊，再講即一個都伊有一個 statue 個啊。伊講伊 statue 大啲伊嘅邊啊，伊都唔知係咩物件嚟。แล้ว夾尾知就是講那是即隻古曼通啊，特名啊，會大邊走去佚佗家己。做聲แล้ว去 disturb 人呢款，特別伊無去做歹事啦，安尼款，แล้ว是有人去刺伊啊，喏，伊人有刺也無疼啊咪。OK，驚，古曼通我捌看，我係些上人家己人本有會看到古曼通咧，伊捌夾相互我講，我記了，伊上啊，我就是報伊。我就是報伊去拄着咧，同我講嘅 story 嘛。囡仔會白咯，差唔多本成到啲頭殼會白掉，你看，伊唔知啦，記哩啦。伊實多咗安尼啦，對。特別多咗我唔知多咗安怎啦，唔捌看過。是講伊即個伊互我看，伊就是上個伊些普通囡仔是講伊身軀烏皮較烏，較赤呢，了到啲頭殼會白一坨，伊剝往時看到剝叮當啊，我就是甲講啊，拍生你無看到啊，你聽到呢，看到講個較刺激，我再個較濟。OK，感謝正講古曼通，你有驚，今日告訴只驚咯。講個平性啦嚇，感謝大家收聽我哋即個幾個故事嘅 episode。了，白日咧，我有機會咧，我使到轉來參加講幾個故事個啦。แล้ว我就接尾講白日話題咧，是個本來驚，千萬頭腦就係講個本來驚話題，แล้ว是兩個轉來參講白日話題是啦嚇。禮拜咧再見佢感謝 Clubhouse 嘅朋友啊，感謝咱 Google Meet 嘅朋友，感謝禮拜再見，拜拜。